四位，第四位。預備又迎接另一個新年，農曆新年啊！你又有冇一啲新嘅諗法，好想喺新一年達成啊？有時候會在想，生活是什麼地獄，會不是一些夢幻旋律。望住漆黑嘅海面，有一種越長大越孤單嘅感覺。念頭好多啊，走過一年，或者長或者短，彼此需要嘅可能只係一句你過得好唔好啊？在想，孤單只是種現象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作曲填詞陳偉璇，編曲監製啊 Rosemans。咁啊，今個星期第4位嘅作品上榜3個禮拜，上個禮拜第5，今個星期升咗1級啊！咁啊，又過了一個年頭，不如放下一個念頭。佢係陳偉璇。